大家好，歡迎收看基本機界負責女咧。基本機界負責女咧，大家咧分享一隻冬蟲了解概念吼。大家有想過冇？讀呢個沙菲地圖啊，你啊係龍櫻花嘅沙菲，龍櫻家非常嘅多。不管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你係龍櫻家，又係講唔係龍櫻家，個有營業，你會變成龍櫻家。所以到底你度其實街同嘅世界，容易咧照顧自家，你個沙菲又容易咧照顧安樣嘅龍櫻家哦。古所基本嘅咧繞牆度，你你因性基金會嘅主行上來到兩片，大家咧分享，到底幾多做兩萬嘅事情，你做定容易咧看安樣嘅事情，容易咧記起安嘅事情，大家咧分享你基本嘅裏邊，分享你嘅主行上容易善，歡迎警長。電視機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園宜人愛心基金會執行長楊宜珊，今天很高興能夠來到節目中。是歡迎執行長哦，執行長看起來好年輕哦。還好其實沒有那麼年輕。對，就是今天邀請執行長來，其實我們談到宜人愛心基金會，其實特別重視像是長照計劃啦，對不對？或是跟阿公阿婆吼有關係嘅照顧啦，對不對？所以其實這東西範疇非常非常的寬，對，它可以很細節的去談論一些事情，可是它也有可以很重要的東西，我們今天一定要跟觀眾朋友來分享。對，不過一開始哈，我們就先來想象一下，就是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有變老那個階段。對，對，就像執行長在錄影之前跟我說，他說一開始遇到就是家裡的爸爸媽媽，對，或是家裡的長輩，對，阿公阿嬤，對不對？所以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我們現在先做這件事情。然後等到未來更成熟的時候，其實大家都會能夠在這樣的一個比較，我們說比較友善的環境裡面，為自己先做準備。對，所以一開始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明顯的、最快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實像無障礙旅遊。對，這是像基金會很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對，這是我們這2年很積極在推動的。對，那像其實我們大概從100年開始喜歡大量的鼓勵我們的青少年志工到不管是安養機構或者是社區的關懷據點來做服務。那因為基金會做青年志工的這個培訓已經有10年的時間，那我接任的時候，我就開始意識到這個高齡社會的來臨，所以我就希望這些青年學子如果他們沒有特定想要服務的對象，其實可以開始去試着關懷老人家。那長期下來，我們大部分都是帶着青年孩子們到機構裡面去做服務。那我發現其實年輕人服務長輩，長輩本身就會非常的開心。對。但是長期下來，我們也覺得，好像，少了一點什麼。那我發現其實長輩很多，特別是行動不方便、坐了輪椅需要助行器的長輩，他們其實幾乎進了這個機構，然後或者是他們本身坐了輪椅之後，很少有機會能夠再出去。這是真的。對，那我們有時候這個機構當然會帶他們到附近的公園散散步，其實這對他們來講已經是非常開心的事情。那到後來是因為我自己有一次去聽了一個演講，發現我們現在有國內的這個民營的復康巴士，其實它可以提供無障礙旅遊的服務。那剛好我埋在這樣的心裡很久，就是說我希望有一天我有能力可以把長輩帶出去玩個半天，所以就從那樣的一個機緣開始，我覺得條件差不多成熟了，我們的志工也很多，那可以配合，所以我就開始覺得可以來啟動這個無障礙圓夢旅遊的計劃。對，是真的哈，因為剛剛執行長有講到哈，比如講你下個後生你可以講接觸到我們說長輩阿公阿婆其實會很高興。其實青少年年輕人也其實是很願意做這件事情的。是，我想起其實以前我阿婆還在的時候，對，然後我那時候從學校回去，然後我就跟阿婆捶背，對，然後其實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也是一個很簡單的行為。可是阿婆竟然就說了一句話，我到現在都記憶猶新。她說：“你真的很好哎。”她說：“我很好。”我想說有什麼很好？我沒有做什麼事情。對，她說：“我以為年輕人都不喜歡接近老人家，沒有想到你都不會怕我，你還願意幫我拍背。”對，其實。我才發現一件事情，說一個這麼小的一個行為，其實我做起來沒有太特意，可是他原來在他心中其實有一個這麼大的感受，對，所以就回到剛局長總講，其實對動物感龍應該來講，其實他可能因為年紀大了，或者是因為有一些身體上比較不便利，沒那麼方便，他可能有時候整天說阿婆你今天在幹嘛？他說我今天整天都沒幹嘛，就坐在這邊一天。對，但是在推動無障礙旅遊，其實要做事情很多比如包括其實回到我們整個自己的設施也很重要。對，剛才講交通啊，對，點啊，對不對？對，第一個我們要考量的其實就是交通一定要能夠解決。那好，我們找到了這個專業的復康巴士可以幫我們解決這個接送的問題。但是第二個是我們到了景點之後。
我们的这个动线要怎么样去规划。好，那我们一开始还没有这么有经验的时候，其实也忽略了一件事情，其实最重要的是无障碍厕所。对，一开始我们都忙着去看这个路线啦，然后景点。后来我们第2次去场勘，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就找那个多福接送跟我们一起去看。然后我们当天就决定要完全的模拟，所以我们就带着轮椅，是我们自己本身坐轮椅，然后去试试看，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真的。后来体会到真的很多很颠簸，或者是比我们想象中不容易。对，然后还有无障碍厕所，有一些它看起来是无障碍厕所，但事实上里面的空间根本就没有办法让稍微大一点点的轮椅转个身都有困难。对，别说转身，有时候厕所其实门都打不开。对，应该是说你门开了，可是你轮椅进不去。对，我觉得这也是间接的呼吁，就是说在我们整个在设施里面，其实我们要非常非常重视我们的整个无障碍的环境。对。你看执行长去按荣幸退休某种的感例，比如说阿公阿婆去凑轮椅走在出去聊，可是你没有那个环境，也没有办法。你说他们想不想看大山？想，但是上不去。对，太多的障碍了。对，餐点也很重要。对，餐点，然后我们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基本配备，是我们一定会安排1对1志工陪伴。对，就是我们希望让每一个长辈出游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到很贴心的服务跟陪伴，所以我们一定会有1对1。如果我们先邀请家属没有办法参加，我们就会招募志工。那您刚刚讲的餐点的话，我们就会跟当地的厨房的特别请他们帮我们跟厨师沟通，说，譬如说鱼，他们原本菜单里面是鱼的话，我们就请他帮我们做成鱼块，而且那个鱼块就里面不能够有刺。对，那其他的肉类的部分都要比较软。真的，对我觉得现在做的每一步都是为我们以后铺路，其实是这样子。对，因为台湾真的是进入了高龄化社会哈，再过个20年、30年，可能都超过日本了。是这样子哈。不过回到这边，其实我知道执行长那边有个故事，就是有一个90岁的奶奶有小人国这样的故事，听说是因为小人国我们是最近这几次带下来，觉得非常适合长辈来的一个景点哈。真的。对，那这个缘起是因为我自己先带我外婆去了一趟，然后发现说，哎，原来这里不是只有适合小朋友，那其实也非常适合长辈。那我跟小人国那边的他们的人员沟通了之后，他也才跟我们进一步推荐说，其实里面有一些无障碍的设施是可以带长辈一起来玩的。对。那如果要提到我们在那个小人国那边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其实是一位大哥，他比较年轻的时候，大概40几岁，他就因为意外瘫痪。那在过程中，我们经常跟他接触，是因为带他做一些园艺课程啦，哈。那他平常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完全很被动，然后不是很有反应。那好不容易过了一段时间，园艺的课程他已经开始有一些跟我们的互动。那天让我讶异的是，他到了这个小人国，那有一群很可爱的爷爷奶奶就说他们想要做旋转木马。那旋转木马是 OK， 可以让我们帮忙把长辈移位，但是我们通常会把长辈移到那个后面的马车比较低的地方。对。那后来那个大哥他就说他想要做旋转木马，想要上去。那所以我们其他的人就开始想说，哎，那我们要怎么样4个人可能想办法小心的把它扛上去。就大家正在讨论的时候，没想到他自己就一抓就登上去了。其实真的把我们当场大家都吓到，特别是平常在照顾他的那位照服员，他说他真的没有想到他有在那样的情况下有那样子的毅力，靠自己，然后就上去了。对，所以这表示什么事情？这表示其实他很想做那件事。对，他也许过去没有机会，或是现在很想做，可是因为他可能就像执行长讲，发生意外的关系，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哈。你会觉得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哥，你没有想到他想做的事情是做旋转木马。对，听起来不是一个太难的愿望，可是也许对他来说有一点点困难。对，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黑妹走对躲安勇改清空地图，我觉得理解这件事情，或是同理这件事情，我现在也说的好像很容易啦。对，我觉得真的要去真的同理跟理解不容易。对，不过就是不断的学习，其实这是一个某种立行改一家反同，当然讲的某种例如不是像执行长讲的什么3言2语就完成了，这中间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我们必须去考虑阿公阿爸的他能够坚持到什么程度，对不对？他的生理的状态怎么样？对，然后志工人力的状态或者各个方面的条件。不过在这边就是听说你们在那个桃园高铁站有一个快闪活动，对，快闪活动其实近几年真的蛮流行的，对，但是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想要在那边举办一个快闪活动？
就是之前在流行快闪的时候，其实我也脑海中有闪过一次的念头，想说，哎，那难道只有年轻人，只有这个行动很自如的人可以快闪吗？所以刚好我们母机构有一个40周年庆的活动，那时候就想说，我们整个长照事业部要想办法给长辈一个比较特别的活动。那以前我们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场域邀请大家来看长辈表演，那这次长官就说，我们来想想看别的方法。哎，我们就想到，也许可以来尝试快闪。对，那其实这对长辈来讲也是一个圆梦啦，就是一直也跟我们想要把长辈带出去的这个想法是不谋而合，只是说工程真的蛮浩大，对，我们当天21位长辈出来表演，动员了100位的工作人员，所以是他的5倍，是对，等于是5个人要有，对，因为除了1对1陪伴，我们有道具组、摄影组，然后还有接待组等等的很多。对，就像从其实有带来记得读高铁吼，你讲快闪，你用发图改样片，我会想，你甲乡亲朋友先聊下，你等下就准备看个样片。好，你好，大家看到的短片是上台节目你讲到哈，由于群嘅录音假期了许多，突然高铁了地方在快闪活动，对，快闪，对，觉得好想一直看下去哦，好像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是说是台湾第一个爷奶快闪，还蛮有成就感。而且刚才在影片上面看到，平均年龄84岁，对，然后年龄最高97。很不容易，有2位吧，好像2位97，然后90岁的好像还有另外3位。是，然后刚刚在看影片的时候，就跟执行长问说，哎，那里面很多阿公阿婆都坐轮椅，对不对？所以他们其实一直都必须这样子行动。对，但是因为平常在中心，我们有安排老师来教每个礼拜的打击乐，所以他们到后来的节奏感真的都非常好。其实我觉得爷奶，你只要给他机会，给他训练，给他陪伴，他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潜力。是，刚才看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很厉害，都跟得上节奏，哎，对，没错。虽然可能执行长会说其实有老师教或什么，但是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走出户外的一个，这很重要，尤其对他们的整个心情的一个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跟帮助。对，而且他们自己本身的成就感，还有家人来看，其实也觉得很不可思议。真的。对，因为你知道，其实以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说，长辈送到安养中心，好像是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对。但是我真的想要跟大家说，其实现在真正的孝顺，应该是要找一个可以放心的地方，把你的长辈你看，这是不同的观点，对不对？因为一般我们来说，其实以前在很以前，挑白嘅观念，大家都会起到共声音，就是我们会觉得好像要养儿防老。以前对，那会觉得说，其实老了能够有人照顾。那有时候其实你说现在照顾老人，或者我们说要长照方式有非常非常多。对，那你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你们安心的地方？他们也许在那边也很好。对，那我觉得这是一步慢慢观念的建立。有时候其实也有很多阿公阿婆会觉得你是不是把我丢掉？对，其实这真的蛮困难的。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希望也是慢慢的让大家可以去接受这样的观念，因为太多人可能因为碍于
没有办法做其他的选择，只能把长辈留在家里。可是事实上，长辈到后来不开心，譬如说面对着电视，好一点的家庭状况，面对着外劳，但是他需要的其实是更多的互动、社交、温暖。那你找一个可以让自己放心的地方，当然这需要一点时间去努力沟通，但是后来你会发现整个家庭的气氛，对他是最好的，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比如你懂不哈改时间，你看上班，对你可能还是家里每个人都还在工作，因为可能在中壮年的状态，对不对？那可能妈妈或阿公阿婆在家里，其实也没人照顾，他一个人又觉得好无聊，对，然后你心中有负担，那他也很有负担，对。那像刚执行长讲，如果说有一个比较不同的观点的沟通，那如果他在另外一个安心的地方，他很开心，那其实家人也觉得开心。所以现在有一种日照中心是白天去，然后下班送回来，这种其实我觉得很适合一般，就是你觉得说白天长辈没有人照顾，真的会有点担心，其实很适合去那里。对，一方面是让长辈在那样的环境，他可以有正常的生活作息，对，然后有安排活动，然后只要有跟人互动，我觉得对长辈来讲都是很正向的。对，所以像刚才读够贴该跟阿公阿婆，我相信他们是很开心的，应该是很有成就感。其实有的人其实不管你是几岁，你活到很老的时候，其实老人家你要的其实也是一个价值的自我肯定。是，对，好，能够共同俩片哈，台咖啡熊说，其实刚刚执行长有讲了，其实互动很重要，互动有很多种嘛，跟你同才之间嘛，对不对？相近年龄，对，或者是像一开始节目有提到，就青少年的，对，儿童也是，对，所以新英会这边还有一个儿童一日照护。对，一日照服员的计划，这个是我在大概101年的时候，那个日照中心刚刚成立，那我自己就礼拜3的下午去做服务。那时候我女儿小学，礼拜3下午不用上课，所以我也把她带了一起去。后来我发现说，哎，为什么同样是我在那边逗爷爷奶奶开心，可是更不如我女儿就只是在那边陪伴哈，爷爷奶奶就开心的不得了，而且大家还会点台，就会说，哎。那个你10分钟，你10分钟要换我，那我就发现其实只要带孩子去，他爷爷奶奶自然而然就开心了，因为看起来就像他的小孙子一样。所以这样的想法也是到后来，我就跟我女儿说，哎，你班上如果有一些同学礼拜3下午没有上安亲班才艺课的好朋友，你就把他邀请过来。所以当时他们大概班上就有5、6个同学，大家是轮流会在礼拜3下午没事的就跑来做服务。对。那后来我就看这些孩子真的蛮有心的，他们也从那个陪伴里面，我觉得他们也得到了一些成就感。有一次我就跟他们的老师聊一下，说，哎，我觉得你们班上这几个同学很棒，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让全班同学一起来体验一下？那个老师他自己本身是非常重视生命教育的，我觉得他平常就很会跟孩子们讲这些，那他就很乐意，所以我也很讶异，他那次做了很多的准备，包括他有手语的表演，然后让孩子们自己主持，安排才艺竞赛，然后来做了1日的陪伴。对，其实短短的1日陪伴，台干莫小看安永改的力量哈，真的，因为其实对儿童影响很大，对，应该说对小朋友影响很大，对，他在这中间其实很多他自己生命教育课程的学习，对，然后对我们的阿公阿婆影响也很大，对，其实即便是1天或1个下午。对，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很妙的是，我们观察到，譬如说有的孩子，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其实都会请他们分享，说今天有什么心得。那就有孩子讲说，我忽然觉得好想念我的奶奶。然后第一个他说，我觉得我平常为什么对奶奶讲话这么不耐烦？可是我今天明明就很耐心的陪着我刚刚的爷爷。其实他们自己会去反省，这样子。对，有时候自己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婆有没有？因为你可能跟阿公阿婆住，有没有？早上要出门去上学的时候，阿公阿婆买好早餐，你知道吗？阿公阿婆就是疼孙子嘛，就是哎，你等一下会生哦，要记得吃。好啦，知道啦。被嫌啰嗦。对，然后说为什么今天吃饭团？我不是说要吃蛋饼吗？我有按勇给我你，但是那也不是故意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所以当他们在外面有这样的服务之后，他会了解更多。像刚才执行长讲，他回去想说，哎，我自己跟阿公阿婆相处是怎么样？对，或者有的一个孩子讲很可爱，说那我下次回乡下陪阿公的时候，我要帮他割草，我要帮他做饭。之类的，他们自己会想，对，所以说其实说实在的，这个对龙应该走给父母，非送给多哈，就服务很多，除了各种方式，比如健康的也好，活动的也好，对。不过说到这边，其实很多爷爷奶奶心目中还是会有梦想，对。有时候你们也会看爷爷奶奶心目中有什么梦想，我们可以有圆梦计划，对。我就记得说，哎，我就看的那个资料里面就写到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棒球梦。
对，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奇，哎，老人家的棒球梦，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梦想？去年我们有办一个许愿活动，就是鼓励一些病患啦，或者是我们的长辈，把他自己的愿望写下来。那当时我就跟我们同仁说，我们全部都要把每一张许愿卡收集下来，而且要仔细去看内容，有没有实质觉得可以实现的，我们尽量来帮忙圆梦。那时候看到这个长辈，他写了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再打棒球。那因为我之前也是带园艺课的时候认识他的，那我知道他已经是半身瘫痪了，所以他只有一只手可以动。那他写下这个愿望，我就觉得我们来想办法。好，那我们同事也大家脑力激荡想了很多，那我自己后来都没有让我满意的，我就忽然想到说，哎，我们其实应该真的让长辈再去体会打球的感觉。对，你说去开球什么，好像都只是一个短暂的，并没有办法让他重新站上那个打击区的那个感觉。那但是碍于他的状况，我就觉得，哎，室内的乐乐棒球应该是可以，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曾经办过员工的乐乐棒球赛，那所以之前也认识了桃园的几个基层棒球的少棒队，还有他们的教练，所以我就一通电话，也没想到这个教练就非常的阿萨里，就说没问题呀，帮长辈圆梦，那当然我们全力配合。对，哇，用心朋友，我要谈到一下动有意思嘅故事吼，以前他从他带来短嘅短片，不过请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再来看咯。自从我来了之后，回去我就会比较会跟阿公、阿婆聊天。他为什么是我们的主角？而且他有一个什么棒球哦，答对了。小朋友是谁？雨华。钟雨华。有吗？我平常很想念你，我常常拿着你的照片看。有没有想念我？有，非常想哦。好，那你有没有好好吃饭？有，一天吃很多。好，然后大家看到嘅样片是阿公阿婆去看那种辣 Q 水哈，辣 Q 比水哈，其实这是跟阿公阿婆的圆梦计划有关系，对不对？对。然后那一天是中平国小
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赛事。对，因为他们做了服务之后，那是12月的事情，到3月他们就其实开始陆陆续续的有很多的比赛。那3月的时候，我们就接到教练那边有跟我们讲说，哎，他们拿到了第1个国内赛的冠军，但是下一个更重要是说，他们如果下一场的另外一个争取这个代表权的比赛，如果能够拿到冠军的话，就可以到国外去参加世界少棒赛。对，然后可以为国争光。对，那在前一次的这个冠军的时候，长辈他们就已经非常兴奋，就说，哎，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恭喜他们？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没有办法见面，唯一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视讯。所以我就带着我的笔电跑到球场去，我就先联络教练了，我就说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我让这些孩子跟长辈挥挥手啊，彼此解一下思念。对，那其实我觉得长辈给孩子们的鼓励对他们来讲也蛮重要的。可能这些孩子他们平常的生活也相当单纯，对，好，他们能够有另外一个虽然是偶然结缘的长辈对他们的关心，其实对他们来讲也很重要。对，那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开始又开启了大家后续的互相的情感的联系。然后阿公阿婆去那个球场可能按钮给压 Q 水，其实也非常来欢迎哦。不过我们现场其实很有趣哈，其实执行长有帮我们带来一两个，其实是后续小朋友们跟自发性的，不是逼迫的，这就是最难能可贵的事情。他跟阿公阿婆的互动，对不对？对，像这个棒球就是。对，就是我们其实做完服务的时候，我们都有请每一个小朋友他们签名，然后送给长辈当做礼物。对，所以这上面就有给雍义爷爷，然后后面有签名就是永华，这是我们中平少棒队的，那是非常重要的投手王牌投手。那他后来更让我感动的是，他有自己又写了卡片到那个就是中心来给爷爷问候。哎，永华很可爱耶。对啊，他非常可爱。对啊，你看他其实很腼腆哦，可是他却很有爱心。他从照片上面，永华就是这个嘛，对不对？对，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腼腆的小男生，静静的。对，他虽然好像是这个阿公阿婆，可能就像一日孙子一样，可是他其实在之后还是会跟阿公阿婆有一些互动。哇，还自发性的写卡片这样子。对，可能是那次第一次视讯的时候，爷爷也有让他感动到，绿爷爷就直接说：“云华，我还记得你是8号，你现在还是8号吗？”对，其实爷爷奶奶他们都有用心的放在心上。对，所以用亲朋友哈，其实等下是以前动喉盖事情，其实是彼此，对哈，彼此。那最近其实我还有在一个脸书上面就看到我们其中一个家长也 PO 了，他写说树勋哈，突然在一个礼拜天的时候，直接跟妈妈说，我们今天去安养中心看爷爷好不好？我真的也吓到了，因为之前我们很少让家长直接就是带孩子去，结果他想念这个长辈，所以妈妈也觉得很开心，说她的孩子有这一份心，然后今天马上就开车就到中心去了。所以那件事情是我自己事后被社工员告知才知道，这都是他们自己真的是真诚的想要付出关心。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因为对下改后3年的工，其实下的小孩受到家里跟爸爸妈妈照顾很多，他们非常非常习惯接受。对，但他们其实不是不愿意付出，是他们并不知道。是，我们给他们这个环境。对，那跳过就像从安永改比如带领啊，或安永改狗场地路，其实都给小朋友给的是会起头说，他们才会说，原来其实我接受爸爸妈妈的爱，其实我也是可以用这样的爱去付出给别人。而且我觉得好重要。对，孩子们到这样的环境，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孩子的心都很柔软，然后他们其实会知道他可以怎么样的去关心长辈。是，不过你节目健康多聊，时间真的过得好快最后3分钟，我们有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其实银发照顾真的很重要，我们透过的方式很多。刚才我们讲了圆梦，对不对？我们讲了旅游，实际上我知道基金会还有一些什么园艺课程，因为刚执行长也说有园艺的课程，音乐啦，对不对？辅导，所以还有这些课程，其实都很重要，对不对？而且园艺其实可以对他们来说很疗愈，对不对？对，而且就是让长辈有另外一个寄托。你平常我们没有办法每天一直跟他讲话，可是当他发现他这个长辈这个植物需要他照顾，我们就会跟他提醒说，你要带他出去晒晒太阳，你不晒太阳没关系，可是这个植物需要晒太阳，他就会勉为其难的出去晒个太阳。人家说有时候老人家到了很老的时候，就像小孩子一样。是啊，就像对你给他一点点工作任务，给他一点点目标，他很认真去逗个他反而就很开心。对，而且说实在，在这个园艺的过程里面是从局行从工give you 责任感，对不对？对。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其实他那个植物，如果像种菜，它菜会长大，收成，会收成。对，那是分享。
如果他收成了分享，对他来讲又是一个成就感，然后又是一个新的话题可以跟家人分享。人跟园艺课程嘛，音乐课程也是，我们刚好看到那个打击乐，对不对？对。你想想看，音乐是一个其实另外一种沟通的语言，治疗或者是让老人家可以从这中间找到另外一个重心的一个的课程。对，所以其实讲到底啊，其实对龙音家来讲，拄天时到时候你家可能当到个上片，其他都会当到龙音家叫做参加当到口腔地图。改容了哈，又园艺啦、医疗音乐啦、辅导啦，对，还有你前面看到的，记得是圆梦计划，小英国医疗，还有就是一些外面的一些活动哈，这真的很重要。可是事实上，对执行长投入这已经很多年了哈，就第5年，对，感觉执行长做起来也是很。投入其中，然后深陷其中，也是很享受其中，很开心啦。其实因为看到，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做的动作很简单，可是给长辈的，他反而给我的回馈是很大。譬如说一个爱的抱抱，其实他会很开心的一整天。对，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是，真的哈。节目到了下呢，希望你家乡亲朋友今日看基本你家节目哈，其实维持到你家感受当中，你也有强烈的感受不过你下你都我係唔係你講有成音界、副音界，然後係講阿公阿婆都希望講，其實你可以接受了解社會，其實人類來需要安樣界、重啟界、龍音界嘅造福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謝謝執行長，然後節目裡面跟我們分享希望有更多的這樣的一個是長照的照顧訊息，或者是我們爺奶的活動，都可以跟我們大家來分享。好，謝謝，謝謝執行長，謝謝。好，鄉親朋友咧了解你基本嘅部分咧，大家來分享嘅不過你下大家先聊下，等下陣再來做認同了。